南的美术馆推出的展览《亚洲的地价甲游魂讲大风动》，不管是平常日也或是假日，人潮拢滚滚。为着要来控管着人数，美术馆是紧急来改变参观的方式。阿公要到美术馆去看僵尸的人太多了，摆袂着，拢换转到满道的大天府去看18地价。讲昨做一这个假日，人潮就加出着10倍哦。现场是排列排甲长落落，参庙方嘛带一大条。乡亲拢唔惊热，伫遮咧排列，规个台南美术馆二馆位内底到外口拢是参观的游客，即马官方要改变参观的方式。整点的让300个民众然后进去看这一个展览，然后这4个展间，从7月1号开始，我们可以做一个预约制，那就避免大家在这么热的天气下，然后在外面排队这样。到月底进前，逐天早起9点半发放迄一天参观的号码牌啊，每一个时段限制300人，会使参观55分钟。7月7开始就要注文啊，有人看到遮侪人咧排咧，只有去参观别个所在，网友真推荐这个所在。入口的所在写18地价，到底内底有啥物通看？对大家脚步做伙去探险一下。经过76公尺长、悬7公尺的龙了后，有3区面容真歹看的红啊，沿这个楼梯行落去，有无共款的声光画面的变化，讲迄个当事人的罪状，雄雄过喊一声，互真侪人惊到。感受说，人活在世上最好是不要做坏事。美国那边是人太多，然后想要第一次接触看这种18层地狱，应该是蛮有新鲜感。离南美二馆赛车差不多50分钟的台南满道大天府，游客向有增加10倍，假日人数超过1000个人。即摆有较济，僵尸遐人去拢客满，讲无法度从位遮来，听人客咧讲。大家爱看僵尸，即摆嘛成功带动满道大天府的人潮，大拢伫排列，和庙方的人员嘛惊一条，讲网络威力真正惊人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